是因为当时秀珍董事，院方董事，还有两位董事。我当时其实拢真温困拍拼，因为这是一个义务的职，啊，不过因必须爱斗3工，伫山总做事务，特别有当时出来请安报告时阵，伊会斗出来伫遮做义卖工作，所以等者如果落下面看伫遐义卖时阵嘛，毋茫你会当咱斗3工吼。这个山总伫40档的历史内底，伊有真侪真水的变化。真要紧就是山总也毋茫有一个真要紧的开始，就是重新开始重新抒发，因为有真长的历史，就必须对历史中间找到一个人生开始的点。咱来看，对山总的奉献者，很像着顶落，伊的心将这个土地奉献将对山总使用了后，也开始着这个山总真祝福、深受祝福，咱真奇妙的开始。伫1969年开始，山总伫迄个所在开始起造。当时对总会议长赵一牧师，伊破土来起造山总一切建筑物，慢慢对时间这个过程内底一项在见证。咱看伊这旧的相片，有可能看到咱熟悉的人，这个拢是以前信仰的前辈，因当时的投入。虽然因世代经过，毋今仔这世代这担就放伫咱的肩头顶面，咱必须亲像因共款，继续用热心来陪伴，为着这个土地来拍拼。所在相片可能旧毋过阮像相片，拢咧讲起这真水、真感动人的故事，因为真侪人有共同记忆伫迄个所在。我有一天有一个送会的少年人，40几岁稳将送会去到山中，伊就一路问讲：我足久毋捌来啊！讲你捌来啊？讲你当时来？20外冬前啊！20外冬前，迄个时我高中来遮佚佗。我想你对近教会，我毋是教会人。你毋是教会人？讲迄个时阵台中2个所在通去。李邦山就得着其中一个，阮微信的人拢来遮佚佗烘肉。我原来迄个时阵毋定是教会人爱去呢。伊讲，阮的同学拢毋是基督徒，毋过我带来遮佚佗。伊讲，毋过遮看的，真冷冷淡淡，拢无人。伊留伫20外冬前来到山中的基地，毋过。伊的心嘛真毋嘛讲，这所在真好。虽然我遮食头路较无时间，嘛真毋嘛以后有机会搁来到这个所在。像遐这其实咱真毋茫，咱所有教会的兄弟姊妹也有机会来到山中，因为历史真久，所以看见这个设备也愈来愈无好势，有海气，有破碎，有需要整修的。不管是大还是伫厨房的所在，拢已经变了真无好。所以对顶一届的董事，因开始有真要紧的决定，要来整理着这个整个的山庄，所以就贷款1000万来整理。所以贷款1000万了，互这个山庄就真大的改变。当然，这个贷款就必须爱。认真来募款，才会当付这个贷款。我想这就是我今仔日真要紧甲咱三个伫遮分享。我相信咱的听也要真水散到伫山中的所在。等一段时间会改变了，咱来看咱山中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这是山中的大楼的外貌。这个餐厅要入去的这个大门，这个餐厅，即摆餐厅变了真水，真侪人坐伫迄所在，感觉食几啊碗，迄个心情无共款。所以咱需要一个真好的所在，会影响到咱
食物件、生活、工作，还是伫遐聚会。即摆有参总真侪套房因为即摆真侪咱的兄弟需要困套房的要求，所以阮山总目前有9间的2人套房，有3间的3人套房其他有通铺。每间套房拢真清气、真安静、真水，所以邀请咱有机会会当到阮迄个所在。这是私人套房，私人通铺啦看起咱套房啦这是8人房8人房拢是单床，单床看起真优雅、真水当然，若环境有改变，咱的公共浴室嘛有真好的修整，所以每一遍去参观人讲恁的浴室真水这无输这5000级的这个公共浴室我嘛有会议室，通提供咱兄弟来使用。会议室当有70个人伫遐来做伙开会聚会这是厨房。重新整理了，礼拜堂非常细一个礼拜堂，每一个人到伫迄个所在，拢有真深的感动。顶礼拜我有交代对韩国来的牧师同工去甲参观，因一个礼拜堂就坐伫迄个所在祈祷。透过欢迎同人讲，这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愿上帝当大使用者。毋是只有提供互人通住，是真侪人伫即个所在当领受伊生命的改变，领受一份感动，互上帝神大充满伫遮个侪侪朋友的身躯顶。所以我真望咱的兄弟有机会，当不管是了礼拜，还是团契的小宴会，会当到伫阮的所在。我未来也准备要来。整理后山的遮个真侪后山遮个真侪所在，通提供咱有一个真好休息是灵修的步道。三楼有空肉甲活动的所在，所以咱有一个真好，不管是室内室外的活动，拢会当伫遮提供互咱通使用。所以即摆。整理了，阮拢总当提供700人通住。所以真毋茫讲咱因为教会的兄弟团契有机会到伫阮山中。今仔日礼拜有中山教会伫咱遐，伫阮遐做邀的礼拜拄今仔日咱请袂当招待因，所以嘛真毋茫有一天也做伙伫遐。甲兄弟恁三个见面，所以搁一摆多谢所有咱永和教会兄弟，特别是肖牧师，因真积极，互阮伫即个所在请人报告，愿上帝当祝福咱每一个兄弟，多谢恁平安。